相信真侪民众拢有发生过目睭疲劳、感觉干涩，或者是喙焦，定定需要啉水。如果这个情形有超过3个月以上，就必须要多加来注意。这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干涩症。有一名50多岁的陈女士就是有相关的症状，经过吉米校中心风湿免疫科的治疗后，才得到改善。这个干燥症它攻击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叫做外分泌腺外分泌腺有哪些包含说眼睛流眼泪的部分泪腺嘴巴流口水的部分叫唾液腺其实还有其他的地方，例如说像皮肤上面有一些油脂腺、汗腺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消化道里面那个我们一些消化液它也有一些那个外分泌腺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喉咙然后生殖道那些黏膜上面，其实也是都有一些所谓的外分泌腺这些地方都有可能会被我们的那个身体的自体免疫这个系统和免疫系统的部分被攻击到，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导致说，这些外分泌腺的功能就丧失掉了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一开始讲的泪腺跟唾液腺这两个地方最常被攻击到所以病人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有眼睛干、嘴巴干的这些症状。这种疾病上后发生在中年女性的身躯顶，也因为这是属于自体免疫相关的疾病，是无法度完全治好的。但是医师强调，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嘛是会使避免其他的并发症的发生。这一类的病人其实他症状发作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大概中年左右然后以女性为主所以大概就是说我们40岁到60岁左右的女生如果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眼睛干、嘴巴干的一个症状的话，其实就必须要好好的考虑是不是真的有得到这个疾病。然后之后呢，因为这个疾病它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都是由风湿免疫科医师来做诊断的所以就大家有一点警觉。这个自体免疫疾病代表说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已经出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于说，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跟免疫系统相关性的一些基因上面有出了一些状况，所以我们没办法去改变这个基因，所以这个疾病会跟着病人一辈子。不过在诊断之后，我们开始使用药物之后其实病人的症状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可是这个疾病没办法痊愈，所以那个病人的话不能对这个疾病抱持了过大的一个期待我们可以控制症状让病人例如说生活能够恢复到比较正常人的状况不会受到这些症状的干扰可是呢，这个疾病是没办法被治愈的。患者除了药物相关的治疗以外，嘛会使透过生活习惯的调整，亲像食较酸的食物来分泌喙烂，或者是室内的空气保持一定的湿度，使用会使保护皮肤的产品等等，来保持身体的舒适。透过药物甲习惯的改变，患者嘛是有机会甲一般人同款来生活。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